老爷，那王安石的为人，你都弄清楚了？据闻他刚正不阿，滚作滚为呀！那倒是难以相处得了。算到脚的是为啊！二人不知末节，先到毗陵夜相迎才是。好，请啊！所有人到毗陵夜迎接新人至尊大圣。大家注意了啊！所有人到毗陵夜迎接新人至尊大圣。大家注意了啊！所有人到毗陵夜迎接新人至尊大圣。上就死尽了。是啊，那边就是毗陵夜了。听说十分热闹，刚才少翁说过，这一带是银河繁华之处。恰为我一派萧条。这个老爷天要下雨了，因此大家们闭门不出了。哎呀，一仗有罪！抓住他！居民啊！站住！居民，哪里去？哪里去？居民，居民，哪里去？你觉得逃到天边也是一个道路？是你们仗势欺人，逼我为奴。你到处逞求，坏了老爷的名声上。哎，什么事情有话好说，和气生财。一个穷酸虚的，滚开！
大爷的拳头是不长眼睛的。我是穷酸秀才，那你是谁家奴才？我嘛，你可知道我家老爷的厉害？衙门里头有字言，衙门里头的机关轻，大明山人不知一笑，点着屁鸟上嘴人，上嘴神。呀！外乡之人都有得罪了。请问你家老爷他真姓大名啊？我家老爷大名鼎鼎，县本神。哦，县本神。许多啰嗦，上！启明，慢！这位女子是我13多年的表妹。小猫看人天差地别，哪里往上亲戚？真是从小识上，你想怎样？我要将她带了回去。这说生之事么？谁请你家老爷到我家细谈？你管虎口不雅？倘有不服，可告到官府。官府算什么？官府算什么？这位大公，你出来此地不知厉害，他家老爷你得罪不起，你还是不要再管了。此次上来，我非得罪不可了。走。谁管？既是兄妹相遇，陈家又死得有情有理，该让他们委屈。是啊，该让他们委屈嘛。赵当，子孙，新人知罪老爷在此，谁管放肆？是死罪老爷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在这里。哦，一个穷酸秀才，穷酸秀才，你们好。拜见自去啊！起来！我这身当晚可受不了你们的塔里呀！多谢大人相聚。这位姑娘，那新夫人为我别你为奴。大人，您以泪成云，远比黑色。小夫人家谁亲兵，三妹不定，得为报，求不了一场大水淹两天，风雨有日千马刀，几地人龙为奴婢，一旦惹祸谁惊天天也伤心。这位老伯，莫非你也有冤么？大人，我也和这位姑娘一样，遭了水灾，苦力不胜，只好出来讨饭。是啊，大人，我们一样啊。你们的爹为何都被淹了？我们的爹醉在云雾边上。云雾边上，那你们正好借着这水里还老夫有
通，难怪是君萧条。既然如此，就该疏通云雾。云雾不通，身中那前国人的下位。这些年来，他不知道放了多少高丽的，吃了多少的米。贤不成，就是方才那个奴才讲的贤不成。他叫简崇贵，与朝中贵妃娘娘有情，这次是他更深，呼风唤雨，衙门里的官老爷要听他的吩咐。这位姑娘，大人方才你说远比海深，还有什么冤情么？这欲将冤情实陈看，不知他为官可清正。赴太路，还须三思而已。雷姑娘，下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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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爷，你要上哪了？快来顶来躲一躲吧。定小人多，我还是不去了。老爷，我来接你吧。既为防父母官，便是这狗粮的，但为百姓遮风避雨。本应是行花雨，美江南，恰为吾凄风吹雨，爱雅人心。本应是一场好雨，扬出中，恰为吾别院荒废，可有情。往日里，松长溪听雨潺潺，今日是
定了。预定了，我们只好可以上路了。是啊，去上州府呀，夫人相比已经到了。秦昊，老爷，你带雷姑娘回衙，托夫人照顾。老爷，你真要带雷姑娘回去？我事业安排。去了，这样子是那王安石对着的那金币，那兴王的吃了用心豹子胆。好，我就将那金币送他回去，再赔偿一份厚礼。哎呀，你不怕他在兴王的面前告你于上吗？哼，他弟弟才5岁中，连他也不管。不听，快去这美丽人，快去！不要妻子在里，光阴匆匆月增，念起将父子爱来的，色彩夜里安归深。风
有劳二位大哥。小红，老爷回来了。夫人，不是的，是副统团他是送来了一张藤椅。他怎知道我缺少藤椅？定是你多嘴了。小婢不管，是副统团自己送来的。就是我心意领了，快退回去吧。哦，他说这是亚中取文，可暂时借用。借用，将来会还。等老爷回来再说吧。青儿，你鬼头鬼脑的做什么呀？啊，夫人，哎呀，这是钱通贵送来的厚礼，你怎么算是拿了进来？老爷指着小毛驴命居巡视一个月，今天回来了，命我收下厚礼。命你收下这厚礼。都是那雷姑娘。刚才老爷一为父，他急急忙忙迎上前，说什么大人恩德无以报，宁惜良缘一些情。你明明是他有远近，再带他回来的。是啊，他今日有事无远近，只求老爷将他怜。那老爷答应了吗？老爷他不用说了，你替老爷收好这厚礼吧。是。哦，青儿，青儿，你说个清楚啊，青儿。莫非夫妻情谊太，莫非情深要跟恩长，一日心红身当中。更与何分？可
回来了。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哎，这张等于是从何而来？老爷，这是亚中酒饭。哦，既是亚中酒吧，还是苦中吧。老爷，夫人命我擦洗这藤椅。你去为兵夫人说，这等于既是公物，不可使用。老爷，夫人她等着用呢。夫人可是大体，你快去。老爷，夫人她往回光了，一鬓似水人清净，望住眼前老落落，独守空房不离。这小小藤椅何作当？又不是娇娘美妻这千金。丫头无礼，还不快去？是，小婢正光去色。他不管，难道老爷我就管嘛？想我夫人，她平时最爱管人，如今我出门一用，这满身污垢么？哦，有了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夫人，这藤椅，小哦，这藤椅要多洗几遍呀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看这藤椅，它是洗不干净了。洗不干净。对呀，还是拿这一点好啊。妈，这藤椅当真来过的吗？哎呀，夫人，你是知道我的为人的。我当然知道你的为人，比人家官老爷骑马出桥，可是你呀，骑着那小毛驴，哎呀，到东到西，比人家官夫人穿金戴银，可是我啊，不衣素食，一贫如洗，难道这藤椅我也舍不得吗？这是恭维呀。好，等一可退。夫人言得。后里小妾呢？啊，你说个明白？这个。为呀嘞，六女一一都犯上，我身子不起啦，将计就计来走人，谁会落？原是巧为账，要想夫人实真相，怕只怕当朝惊动，心机上。哎呀，夫人，下官就是谁了小气，谁了一礼，也是区区小事，无伤大雅。好糊涂耶！当年爱人在何方？今日引进江山上，并非为妻不贤良，受了小气大街上。
人何止于此啊？王老爷，恭喜你了！哎，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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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的夫人，她真的生气了。以后怕是继妹啊！什么继妹？请君受翁啊！他哪有这个能耐？哎，谢老爷！哎呀！真情暖，留。
娘，大本官人相托之事，你十分为难。长姑巧儿与我为难，见你愁容满面，莫非你怕那心痛鬼？为报大人之恩，也顾不得了。你弟弟万岁见驾，我们正要想个办法。不，大人，只要他算的弟弟，明日谁知足了？今日之日，官府民生，万望姑娘鼎力相助。是。青儿，在。你带雷姑娘到前面顶旨，等儿与我。是。哎呀，诸君，连日公务繁忙，必人长须。今日如何？万望将见中午丰盛。好米好啊，请请啊！各位大人当心了，开船了。大人，这是新房条。好啊！好一座高墙公子红，脚下飞燕吐纷纷，碧水弯弯鸟成人。看我跳进湖外情。是呀，连人我俩手上，似乎是吴王夫差所开。哦，此次说来，这是哪两的脚，春秋的河。是啊，昔日一事，义中有在，好一座江南古城。大人，想那两部的一心相合，尽造了许许多多的事了。哎，那父王好大喜功，开此野岭云雾，这些劳民伤财之事，实乃亡国之兆。童话，是啊，此言差矣。两位君王都是聪明有功之士，只因相国已久，因循苟且，不有天下不为长远之计，故而放过。王皇生，不传兵龙台，十土莲花真的了生。一望雨影，去似团他知心知意，难为意。过来天灵什么长，也不必事事君。诸位大人当心了。大人，祭子庙到了。哦，鸡子庙，陪我家后也罢。那鸡子不愧是千古圣神，放着一国之君不做，都
这只小小叶灵的城府原子。谢老爷，哦，谢本神，莫非你保有原子，子才也成？大人取笑，大人归位之身，这一层啊，实的原是大人。本神为官国之言，只靠功劳养我蒹葭，从来不知敛财，生完便往他方。到底哪一人是本官的私产呐？是。本神这只为国一人，少佛一方。苦尽，苦尽！谢老爷，你晓那几子并无原子，你怎知他我？他生在庙堂，最高次，难舍原子心忙。有年百姓都困苦，边上莫地托帮忙，都是太君中国的保一帮百姓共眠长。真是一代圣爷。不论只手高低，但求少负一命，便可负愧于心。大人说的是啊，诸君口明此理，取得不明，是此人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他既心14岁，分明离此泰山外。花中得此将换人此城来同行。不为非议，这妄言。这愿生财，在高城。今是愿望是在还你。哎，这是到了何处？为何听说了？为兵大人阻断云雾，不能通传了。为何不能通传？预设了好多年了，那水路是何通行？先走环路，再走水路。岂不是劳民伤财？这也是无奈呀。哎，前面有一凉亭，诸君，我们上岸稍作休息吧。好啊！各位大人当心了。
主君，今日如何本为小寒？是啊，是啊。刘成云，大人，你可将新做的曲儿唱来。是。大人听了。真是上错之子啊！身为一罪长官，岂能恕死？请大人奏旨。刘成英，你暂且为必。是。诸君，你们如何话算？那这个，你们可记得放在君子一言？不能折水到底，但求少负于民，便可无愧于心呐。对呀，疏通云河，便可少负于民。大人，以卑职于前，这桩事情非但不能少负于民，反是何也啊？何以见得？大人，谁阳的王国同人心，不为境界当今人，疏通云雾非小事，须多少神力不力作此臣，上罪百姓。
百姓离困苦，努力同心来助君。苦尽，大人，此言虽顺，可是公送何策啊？无非是老幼把戏，这气又从何来呢？无非是百姓啊！百姓10天成了流民，衣裳无杂，尚能用丰美的工具招募他们疏通运务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哎，这虚何尚无经费，这工钱从何而来呀？朕的洋茶做君呐、我们哪来这么多这许多钱钱呐？俺是先父早亡，家境贫寒，俸禄微薄，慈母年迈，弟妹年幼，谁无意见，又以倾我所有为运务工人捐资。苦尽。县老爷，你计算称算，可愿捐资10倍于我？县老爷为我沉吟不语，莫非10倍太少，失了身份？那么8倍是何？想他本是穷书生，轻轻教子言行长，官府本是才子强，才子本是官府娘，八官为乡，老不足。他也想来，我也想好，你出1倍，我出8倍，略表心意。我出1倍，你出8倍，一言为题。一言为题。青鳌在，将县老爷送来的厚礼呈上。是。到。县老爷，建设诚意美意，掐之不公。本官无意纳钱，这厚礼便做疏通运务的一笔经费吧。是，青鳌在，快算一算这些纸包折合银两多少？8倍又是多少？哎呀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！民生之宠，宠于天下。身为君子，岂可与百姓争取好之理？县老爷愿意分出半成，搭救一城百姓，岂不是功德无量？王大臣，你百姓共治一城，还是与我等共治一城？你的是此作为，岂不怕吃到挂齿？大人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还需三思而行啊！可知我平日有3不足：3不足，天变不作为，祖宗不作法，神言不作虚。天变不作为，祖宗不作法，诚意不作虚。对呀。
老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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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缠我了，让我去死了吧！老爸，千万不能啊！天天做牛做马，又没有贡献，肚皮也吃不饱。我是实在不想活下去了。都是那个县通官，勾结官府的人，看看公然口粮，中饱私囊，现在又当死了人。我已写好了诏子，可是不辞深冤呐！朱友，你去不是在望堂上生病吗？是啊，不要偷了，不要偷了，不要偷了！你好生意！你们娃想出人命吗？你们不怕报应吗？你当你是谁啊？你是王大人的小侄子啊！把他带下去，好好教训教训。允我暂且停工，停工了，停工了！对，找了姑娘去。告他劳民伤财，必死成命。你恶人心！我去告上啊！告到了王安石，我们的事就浮成追查了。背子不滚呐！你是宫门之臣，既团章王法，还手术两断，想要来条黑路，想想清楚。你，哎！他知他却说。
大人，那王大人请来伺候吧。不知何人向应天父高了一场，使他劳命伤在，还害死人命。他一时气恼，举兵伏法，乃已欺上了。哎呀，好啊！你要好好伺候了。傅大人，那是有何之后？我弟弟为何再无音信？你弟弟？哼，都是你做出来的好事。因亏欠老爷大人大量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立下功劳，你弟弟就可以团圆了。王大人禀赋把柄，叫我是何立功？哼，都是你不肯用心。你要仔细了。大人，请喝牙汤。原是酒病，也可以。这牙也必求养，实有其药，什么牙？子断手。子断手，实至名归，从何而来？这是夫人。我为担心，买不起这子断手，师傅来历不明，我小人不起。啊，好好的子断手，就这样糟蹋了。老爷，夫人为了你的病，连自己的家长都当了。怎么？夫人连家长都当了？老爷。夫人她为老爷病重真怀长，不知谁必知方，谁知相公不言谁，取君才谋，取爹当。那本是出家之日，我所赠他多年真，天生长。小红，你去为禀夫人，说这牙我已经应下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王安生呀，王安生，你辜负了百姓，也辜负了夫人。你既不能治国平天下，又不能修身居家呀。岁月来，风雨红，一片土心。
家破了秋雨尽，我心难当。佩服高刚子笑，流言杀谁？因贵于是团沙文，不能换动对脑分。百姓如是尊上我，谁有真理是空门？眼睁睁云雾中半途飞人世事。红土长子化灰人，四路茫茫天方路，自觉交菜瓶中生，瓶转身难起身。昏昏沉沉往今夫人，夫人，乡亲们走马新婚事，两情相依李四门。无论朝夕风雨尘，此生永不离分。世经道理明不完，唯因娘子更伤心。你清明岁月无无愧欠你深度留遗老爷，老爷，夫人你还有汤药好些了吗？夫人，
我喝了药，神清气爽。夫人，我们何不命小红取酒来同饮？哎，总是大病初愈，也不该饮酒啊。是此一茶代酒。哎，好，小红，小红，上茶。老爷，你总是公务繁忙，父子已经，今日有喜事呀。夫人，我有事与你相商。哎，那刘成云知道了，我会善待他的。唉，他身世凄凉，无家可归，我要将他收为你妹。你妹？真是也好替他做主这一美事。你莫不早生心欺我嘛？夫人，万是当年穷书生，就不为陪了夫人做出客之事，所以夫人你才当了家长。在的苦心我知晓，却难分他担子千斤重，凄风沐雨为百姓，反被诬告我更心痛。而今他太人来相陪，情意更比往日浓。
思此景，不免想起两句诗联。哪里两句？待到明年送8句，也是那子父语有丰富。只要夫妻相守，你多些风雨，与何妨？我想是夫妻总是相聚不舍，也有一个分手之时。生同死，死同分，何来分手之时？倘若一人先去，留下一生，留下一人，一人没抢多少，但求死而断缘。不是，此话差也。难死了，且有多难？好有一笔，笔什么嘞？鱼儿故内终难逃一死，病好了
又能是何？为啥你还记得当年你真是吗？何事？想你条命出生时，只说他你不知名。父亲当才上了官，先生糊涂是当民。同若外地去想你，父母父亲归在你。为何你睡了委屈不便民？终日不与也不去。圣人来时不久，何忧何惧？对呀，真是问心无愧，何来忧虑，何来委屈？我以为你大雨来时，深深之言都忘记。你在前过后负交代，为君为你为父亲，我以为你还尽比起该，少年心当父子命，不是原想得了病，就下意将我亲。王安生，你好糊涂也！放眼当街，茅塞开，亦有瓶中无此语。终日为你能敌人，心中梦与子，真苦一样。千难万险到身边，这是我王安生冰心至此。谁千万岁，吾王爷！哎呀，病中不可是此。夫人，我的病已经好了，明日升堂立嗣。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此段生实有其要。刘姑娘，老爸，这是我弟弟别见。老爸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他替我们杀的，被先人背死了，还请生死瞑目。刘姑娘，我从拼了老命才逃出来的呀，你一定要求求王大人替我们做主啊！老爸，快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老爸，快点，快！老爸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！啊！
通破大人，请啦！哦，请啊！双剑通贵。哦呀，大人，那钱老爷岂是能赚得来的？算不来就帮了来，帮！向县通贵帮了上来。是，代谢通贵。代谢通贵。王大人，你怎么派人藏入我家中，一不发就把我绑了来？哦，县通贵，你可自责？王安石，你可自丑？县通贵，你可自责？我有什么错？谁人不杀人情？谁人不识法度？不是法度？与我公人半途而废，你难辞其咎。这是老天不长眼，连日下雨，破内停工。不是天无眼，还是神无心吧？神无心，我来问你，是谁命人鞭打后宫？是谁不发弓箭，克扣两下？破兵无证，一派无言。冤枉啊！后人喊冤带了上来。上台上当，实雷成云看见大人，刘成英，你trạng告后人，明日我，你要告谁？明日我要告，你到底要个后人？明日要告县通贵。哎，你要想想清楚了，我告诉大人，不但是什么人，还要连累家刘人。成英，只有大宋的法，你大胆说来。大人，明日一告县通贵。
知道一场情。呈上。是。谢通贵，生命关天，你可自在？什么名义高涨？分明大臣与爱妾串通，要备注一举。明玉并非大臣爱妾，是你夫同判。以我弟弟性命要挟，便会在大臣身边走过内应，名誉三道。谁告你夫同判，医院没事，常是欺臣。怎么连我也盘车进去了？你不怕死啊你？大人乃是青天，天下多少百姓都要仰仗大人，民女也生，死后作谢。哦，大人，凭他说的天花乱坠，与无证据啊！好，他们是生生千般笑，谁经万般不招生。自己满手
来是一块钟啊！它是一块神钟，才能秉公对案。哦，既然一块钟如此聪明，那我等就可以上演了。它是一块神钟，挂在衙门数百年，报显天地之灵，困尽天下之案。今日请他出来，定有一番作为。哈，既然一块钟是司令年，那就请钟老爷审案吧。先通归副统判，你们二人走上前来，将伤水深入这钟罩内。深水，你们二人沆瀣一气，破案领命，伤水不行。一旦触摸着神钟，神钟震怒，定当死命。啊！竟有此事？岂有此理！堂上问心无愧，难道不关一事？哎，他人背着是人平生付出远无梦羞于此，这女子来路本不正，岂能信他一面之一不上他府，力不下书人，还请他先将宗大人，民女原先失踪，堂上民女心怀不轨，诬告好人，陈宗是命。好好好，你走上前来，要将伤手紧贴神钟，才有灵验。是。钟一香，钟一香啊！原来是一块压轴。副统判，你来示众。大人，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书人啊！我还是先请他去示众吧。你做了官，不能抽刑罚。我是书人，谁不得理？你这小小官，80斤可能太高了你。你先去死！你去死！你去死！你去！你副统判，问心无愧，奇葩示众。中啊中啊！想我为官清白，并不无节。你可要仔细了啊！他与巫婆，你可知道我的脸？我要叫你化人水，当人铁锅，放在烈火上烧，用滚油浇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要将伤手紧贴神钟，才有灵验。钟一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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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下官本来就清白。竟然是一口压轴。先通归你来示众。
难道他做的事不经我打，故而终不响？中啊中！我也是个出名的传人，你要是乱来，你也晓得我的脾气。我要把你化成水，制成千万颗金子，封杀到各地，让你的子子孙孙不得团圆。要将上水津贴神中，才有灵验。已经团哦，你们三人伸出水来，看看水中何物。小女子上水吃喝，分明心术不准。秦昊，在先去中诏。是。你们来看，这中上是我们秦昊新读的学会。你们二人上水不敬，分明为官失忠。倘若问心无愧，怎为是此？王安石，你尽管拿普中来戏弄我，王法何在？你也知王法。秦昊，在，快将证物取来。是。你们来看，这一本本是不幸乱我问，望问这方面及国际的名，不仅对当也神，不管观音神容人，铁真是山真的来，王法调了我用心。来，将玄通会压下去，本官要仔细再究。是。呀，大人，你万须三思啊！你的事，明日向左运使大人交代清楚。是。王安石，你也不想想你自己的先生？我若是困中你死的见证，我便留住警官，怎为刀刺上罪？忠君爱民才是本官前程。压下去，退堂。
就要这了。是啊，当着老爷才子金真是大快人心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老爷正要大喜盛衰，忽然接到调令，要离开上州了。王大人来了，王大人。大人，刘姑娘，夫人，这你们是什么缘？你过来送老爷？今日一定不知夫人在见了。老爷追得长匆，也是反断无奈呀。云公人，上为我公，我心愿废了啊！都是那县通会使他更生。姐姐，我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了像王大人一样。好弟弟，刘姑娘，我当不好以防父母官，愧对百姓啊！不，大人，因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，我们铭记在心啊！惭愧，惭愧呀！我要是能生满3年，我停了。哎呀，如今说这些已经无用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！大人最好。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！你们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。亲儿，我们最好。夫人，我们回去了。心。